中华台湾联盟的创办人吴怡农，伊宣布要投入台北市长的选战，但是党内的民代就来批评啊，伊甲基层无啥物交叉啊，就亲像温馨人共款。面对这款的讲法啦，吴怡农今仔来解说啊，伊讲中华台湾过去5党都咧经营基层啊，伊嘛强调伊家己并无派系包袱。这个母鸡带小鸡这个比喻我从一开始，我从第一次听，我很不喜欢。周清是两头间被带领眼军飞行，中华台湾联盟的创办人吴怡农表明参选的决心，是讲伊过去敢若无民意代表的基础。和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甘肃被点名讲，和基层的关系无啥密切。过去5年成立壮阔台湾联盟，我每天在做的就是在跑基层，里长们、条阿卡们这些当然很重要，可是基层不只有里长跟条阿卡们。面对过去两届选战失败，吴怡农用前总统蔡英文做比论，在当选总统之前唔捌赢过，认为家己上大优势是伫政治外竞争。是讲要争取党内的提名，无派系党员小天，嘛是一个问题。我没有派系，所以我不像很多人可能可以说透过幕后的一些运作啊，可能透过放媒体啊，然后慢慢去酝酿，然后最后透过派系的协商，在选对会里面被提名，这些都不是我的方式。尤其经立委段义康认为，党中央会考虑各项条件，更加如果人选无一定伫党内。包括着社民党台北市议员苗鹏啊，也有王世坚拢被点名。我不敢。吴怡农是非常优秀的人选，而且他先前也有2次的参选的经验。我们党过去也曾经跟党外的朋友合作过，民进党一向认为说成功不必在我。另外，前民进党的秘书长林玉昌也互看作是一粒外棋。最近前往以色列考察，所以面车顶悬讨论回答，更加表示台北一党各加油，也引发着政治联想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